恁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26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台东县的卑南乡第11线153公里的所在，昨暗6点多发生严重的车祸。这是一架车亲像是超速过弯失控，在弄向对面向的车道，弄到2台轿车，3架车是弄甲密密麻麻，5个人受伤，赶紧送病院，加载拢无生命危险。 黑色正口的箱仔型轿车，弄入去路边的树丛，安全气囊规拢裂开，车头损害甲真严重。边啊对向车道有2台轿车，因为闪避闪袂赴，车身互伊弄到，也偏到路边去。台东县卑南乡第11线153公里，离午间6点多发生严重的车祸，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发现是3台车对撞，完全无动啊！根据目击者讲。 黑色箱仔型轿车伫咧第11线卑南乡路段驶正紧，靠弯的时阵控制袂牢，驶到对向去弄到对向车道，连续弄到2台车，3台车拢受损真严重，总共5个人受伤送病去，包括2个囡仔，好加载拢无性命危险。对伫咧第2台被撞的车后壁的东河乡民代表陈继伟，伊的车也差一点被撞到。 这台车转弯过来，连撞了2台车子。从哪里转弯？从那个北向要往南。好。对。啊，这一台呢？这一台的话，全部都是要往北的。啊，是这一台没有刹车。对，完全是它转弯的情况之下，完全是没有刹车的，整个是倒对向车来的。哦 弄人的这台黑色轿车的驾驶，因为受伤真严重，伊是毋是有啉酒开车，抑个为什么驶这么紧？详细车祸的原因，抑个等待警方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因那新北市有8消防员涉嫌泄露，特别往生的民众的个人资料，和总机车业者咧趁外路啊，昨昏互检方约谈。新北市消防局讲，涉案的8人，即卖已经调离现职，卖开检讨会，加强保护民众的个人资料。 有没有什么话想说吗？被约谈的消防人员今日去新北地检署拢无讲话。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2大队涉案的8位消防员，分别伫咧无同的分队，因涉嫌自2021年开始收钱、加卡119报案的个案地址、一个人名等资料，泄露互并从业者抢行李。业者若接到行李，就会互消防员每一件5000到15000的现金。新北地检署指挥廉政署。 25分做10路到新北市消防局第2大队所在，查考手机一个相关的登记簿并且约谈现场4单等8位涉案的消防员到案，透明证实。有关本局同仁疑似泄露个资案，相关同仁已召开考绩委员会，予以调离现职，静候调查。本大队秉持不枉勿纵原则，依法办理。 新北市消防局发声明表示，已经开考绩委员会，将涉案的人员调离现职，但行政责任定结果出来了，才可议处。另外，也要强化救护资讯系统的资安保密措施，防止案件资讯外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水气减少，淹过各地透早也是同款较寒。气象署有继续针对咱全台湾17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咱同齐来看分图。寒流虽然已经小可减弱淹过回温的速度无啥明显。各地头今日透早同款是真寒。气象署有继续针对全台湾17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 其中，伫苗栗、以北、宜兰、金门低温有机会无到10度。温度的方面，伫北部高温今仔日是14度至17度，其他所在高温是18度至24度。伫日时时会感觉较舒适，暗过早暗较凉凉。中南部早暗的温差嘛较大。日时开始水气减少，新竹以南拢是好天到侪云的天气，也毋过伫遮方面的所在云会较高，亲像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拢有局部短暂雨。拜六礼拜水气阁会小可增加，也毋过无亲像进前遐尔寒。今仔日寒流减弱，也毋过气象署是表示后壁阁有冷高压的路南，虽然无亲像进前遐尔寒，也毋过若真正要回温，可能要等到后礼拜1。
将近3000公尺的大胆嘉明湖山顶河白色砍掉咧，变做是白色的世界，包含富汉坡、向阳山、高铁路口这所在，沿途的食物甲步道拢结冰啊，淹过寒流减弱，温度升悬了后，洗就氧气啊，林表示好有备选的人爱洗哩。由于近日气温仍然较低，山区仍有结冰的情形。那呼吁登山的民众要注意保暖，以及携带冰爪等必要的装备。气象署讲，入冬以来上强寒流，25拜四开始小可减弱，不过各地透早依然是真寒。日时气温慢慢回升，不过因为后壁也有冷过压不来，虽然强度无顶一波寒流较强，不过气温回升也是真有限，爱到下礼拜1、2、9，冷过压远离了后才明显来回升。未来每天回升1到2度，1到2度左右。北部地区因为是冷空气影响最北边的地方，所以它高温并没有回升的这么明显。即便到周日之前，它的高温可能都还是在16到18度而已，低温还是在14度附近。因为这波寒流的影响，根据消防署统计，到这阵已经超过200人送病院，53人死亡。内政部也伫面测温泉发文提醒，报名2个原则：第一是保持室内温度；第二是伫面床顶搁倒10分钟啊，等身体适应温度，再搁穿衫起来，避免跋倒也是熊熊死亡。尤其是老大人甲3个慢性病患者。如果你突然起身的时候，可能因为这个姿势型低血压或是脑循环不足而造成头晕、眩晕，那一旦站起来的时候，可能站不稳，有可能会跌倒而发生意外。医嘱提醒，老大人若是要运动，会使较晚起来，并且头壳颔棍拢爱保守，而且加啉一寡老润烧的滚水。另外，有3个疾病的患者爱定时来量血压，那胸坎杂杂、胸坎痛，也有心头皮薄彩，爱赶紧互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该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出来重点，连线来看自由时报。欧洲商会甲华德士顾问公司昨昏公布2024所谓薪水的调查报告，预计咱台湾的就业市场伫今年会慢慢恢复，有81%的科技业今年应该有机会会当加薪水。不过咱台湾面对欠工的挑战，今年薪水平均的起伏大约是2%至5%，而且有65%的专业人士会想要换头路，会找薪水关出1成至2成的工课，透过换头路来替家己加薪水。来关心联合报，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24时拒绝暂停阿拉巴马州死刑犯史密斯的处决，所以即马会按照计划，伫美国的时间25暗执行死刑。伊嘛正做史上头一个吸氮气激素处死刑的案例。州政府是对外表示，这款方式真人道，也毋过有专家是谴责讲，其实这款死法会真疼，等于是另外一款凌迟。来关心中国时报，2024大选已经结束噶，即马伫云林好尾的镇长丁学忠，也搁有苗栗市长邱定军、台东台北乡长黄建斌，也搁有宜兰县议员陈俊武，甲台中市议员黄真，因5个人因为有选调立委，所以因本来的职务拢爱补选，加上伫云林卖了乡长蔡中坤，因为当选无效确定啊，所以乡长这部分嘛爱补选。云林县政府是规划4月13会补选，其他的补选可能嘛会伫4月份来举办。因2月份开始，新的国会组成，新国会3党拢无过半，民众党的背势是关键少数。针对立法院长有风声讲，民众党拍算会分裂投票，院长的部分投民进党，副院长的部分要投国民党。不过民众党讲因今仔日在讨论。另外，这立法院长尤锡坤伊是对外表示，伊真有信心会当继续连任。另外，国民党要拼院长的韩国瑜，伫昨昏伊是去参加新立委的战斗营。小老鹰在飞，下面有野狐狸在赶，切记一言一行各方面一定要谨慎。以马后后背作例，希望新考的立委铁实国会。新国会3党无过半，新考的立委伫2月7日会正式上任。将中共董事长赵少康再去举办新考立委战斗营，资深的立委罗斯宝，甲强招立法院带头的韩国瑜拢去现场支持。不过韩国瑜并无受访。立法院正副院长的竞争，民众党背势正做关键的少数。有风声讲可能会采取分裂投票，院长投给民进党，副院长投给国民党，展现影响两党的态度。如果上午民进党支持了尤锡坤，下午说要再改投江启臣，那我是建议江启臣拒绝了啊，就是国民党一个都不要，啊，就让你民众党跟民进党
结合成一体吧，就大绿小绿。对分类投票的讲法，黄珊珊有出来背会，叫外界唔通乌白喊。立法院长游锡堃早起讲，对连任有信心，甲民众党主席郭文德算是朋友。那一届当选院长，民众党嘛有该小听。我跟柯主席是应该算是朋友啦。我这一次当然是民进党支持我就过半，对。但是事实上，台湾民众党当时也是对啊，4年前立法院长的竞争是受到大家的关注。那样议员党团总召集人的选举竞争嘛真激烈。立委鲍昆萁早起召开记者会，表态要承担责任。甲党内立委罗淑宝两个人拢要来争取。柯总召过去跟我多次对垒柯总召从来没有赢过我想这是一个重点我们不管倚天剑、屠龙刀都已经准备好要对付柯总召。那我们就君子之争嘛，这个我们常常讲说党团自主，党团自主，尊重党团每个成员的意志，到底要投我还是投这个副委？罗淑宝嘛发声，希望国民党中央党部、甲立法院正副议长候选人韩国瑜共体心，唔通介入总召集人的选举，爱尊重党团的自主。记者综合报道。伊若伫顶一日1月13总统立委选举的迄天，有一个查甫人，伊是走去中选会的面册楼话，讲要甲中选会也有赖清德上任的所在崩掉。检调赶紧成立专案小组，已经找到这个人。伊是坦白讲，伊是一时冲动，毋过伊的行为已经犯法，所以向移送法办。谢谢所有台湾人民。带领竞选团队亲侵一级强，这届大选由赖清德、萧美琴当选总统、副总统。不过选举迄天开票的结果确定了后，中央选委会人面册未作业，所有人认为要伫5月20，赖清德上任的迄天，甲选举委员会总部，也有赖清德上任的地点炸掉。检警组专案小组深入追查，锁定屏东一个姓罗的查甫人。多少的网络拿去申请这个申请这个高某某的这个脸书账号，那再利用这个高某某脸书账号到这个我们中选会的脸书的粉专去进行留言恐吓就是在1月13号开票结果出来的时候。警方表示，这个姓罗的查甫人虽然用公共场所的网络申请假口座，不过调人面册相关的资料，要是会当找出伊的身份。而是去这个姓罗的查甫人，伊伫屏东的徛家所在，甲伊逮捕，而且查扣伊的手机也有笔记型电脑。初步的巡视，那确认这个罗姓嫌犯家中并没有这个危险的爆裂物在。警方确认姓罗的查甫人因兜无危险的物品，伊讲是一时冲动，感觉真后悔。因那总统府回应讲，感谢相关单位真紧就抓到嫌犯。台湾的社会有言论自由，不过国家社会安定是袂当讲算笑。呼吁有心人士唔通违法，因为这个查甫人的行为已经涉嫌犯刑法151条恐吓公众罪，相当恐惊被定2年以下有期徒刑。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是会中病疫。也伫蒙古首都乌兰巴托2个透早发生重大意外，这是有一台载60吨天然气的油罐车甲汽车相撞，随发生爆炸，附近的大楼车辆全拢导火，上无有造成6个人死亡，11个人受伤，死者当中嘛包括3个消防警员。惨了！半暝点外钟，乌兰巴托一个徛家所在发生油罐车甲汽车相撞事故，附近大楼民众翕到爆炸当时的情形，厝遐整个家拢喷到厝内底。I thought like it's an earthquake or like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what was happening? But it was like very bright flash, light. And then I wondered like there's an airplane crash or something like that. Then I ran from my bedroom to like a living room from my apartment. Then I saw like a huge. It was actually just I see just within 2 seconds. Oh, that is like the gas and the carrier, which is a tanker. Just I saw like explosion. 当时这台油罐车载60吨的水型的天然气，爆炸威力是真惊人。消防人员赶紧到现场拍火，无想到佫发生第2摆爆炸。迄真紧拖到边仔的厝甲车，这栋13层大楼的楼尾顶，也有部分层楼也导火，民众惊到赶紧走出来。Шатараа бид нар ч овооролдоод наашаага гэсэн чи наашаа бүтэн галтаа цаатлынхаа хаалгыг шилийн хагтаад гараад зарим хүмүүс л доош юу гараашаа юу гэдэг 208 юу гарсан. Зарим хүмүүс нь
이게 갖다 이제 갖다 붙였어요. 大火虽然尾啊赶紧拍熄，不过这个重大意外至少夺走6条人命，包含3名消防员在第2摆爆炸时被火烧不幸殉职，也有11人受伤。镜头转到中国江西，这个位伫个新吴市的冷冻仓库，24下晡向阳发生大火，高烟对2楼一直冲出来，两个民众正着急冒险爬窗啊对2楼跳落来。整个过程让人看到，感觉真紧张，加在涂骹有软珠啊拄着，也阁有救援人员接应，不过依然有39人不幸被烧死。火灾现场是栋徛家甲办公斗阵的大楼，死者大部分是一间补习班的学生。事发当时，众人赶紧走出外面，伫网络一直传出，惊动中央。习近平下令警方查明原因，依法追究责任。警方发现导火所在伫地下1楼，当时正伫双方研判是施工人员违反规定用火，才造成严重的灾害。另外一个惊险画面发生伫加州北部，一个妇女开车想要通过落雨了后，水冲起来真串流的河流时，车冰车物件由大水冲走，伊伫水内底调15点钟，才互民众发现。救援人员再用直升机解救上岸，送医了后，加载是无要紧。国际新闻张惠敏编译。1月2日是澳洲的国庆，不过这个日子有争议，这是因为真侪当地原住民和反殖民主义者拢甲当作是英国的入侵日。伫26进前，今仔日进行伫墨尔本顶几天啊，英国冒险家库克船长的雕像被破坏，也那市中心维多利亚女王的纪念碑嘛被喷擦。25早起，伫澳洲墨尔本库克船长的雕像，为卡巴的所在规个红记登去，雕像直接落伫个草坡仔顶。而且雕像下底座嘛，红用红色的油彩写讲，殖民者将其买会倒台。1月2日是澳洲的国庆，不过伫个国庆的前一天，这个红看作是澳洲殖民主义代表人物的英国探险家库克船长的雕像，加做反殖民主义者保护的对象。另外，我墨尔本市中心维多利亚女王花园的纪念碑，25嘛红破红色的油彩，工人是赶紧来清理。This sort of vandalism really has no place in our community, and we'll be working. I want to signal today that we will be working with council to repair and reinstate the statue in St Kilda that has been vandalised overnight. 西元1788年1月2日，英国的船长亚瑟菲利普，伊驶船带领头一批英国的犯人，去到新南威尔斯的杰克森港，也就是即卖的雪梨港。1901年1月7日，澳洲联邦成立。1月2日嘛，红定做是澳洲的国庆日。不过，澳洲的国庆日最近这几年争议是愈来愈大，真侪反殖民主义者甲澳洲的原住民，甲看作是入侵日，要求爱甲国庆的日期改掉。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甲君主制度的声音嘛愈来愈大。就连伊丽莎白女王二世2022年9月份病逝，澳洲全国休假哀悼的时阵，澳洲各大主要的城市嘛发起示威游行，谴责英国市民对澳洲原住民的迫害。要求政府爱废除君主制，面对25破坏事件，有澳洲的民众表示理解，不过嘛有人认为这种的迫害对代志无任何的帮助。How can you celebrate the equivalent of a Holocaust? The Jewish people don't celebrate the Holocaust. For Aboriginal people, this was the day it all began. I care about the Indigenous people, but in saying that as well, I don't see particularly that changing the date changes the history. 就算澳洲的国庆日出现争议，不过根据澳洲1月2日公布上新的民调显示，有68.5%的澳洲民众要是认为1月2日应该合作澳洲的国庆日，有31.5%的民众认为应该合作入侵日。国际新闻新乐培编译。来看德国的科学家是对外宣布，因伫非洲肯亚用人工sinh殖技术进行北方白鳃鱼保育计划，是成功伫南方白鳃鱼的身躯顶照目生囝。虽讲背后呢，这鳃鱼妈妈是老体，也毋过会当调体，已经互科学家大受鼓励。德国莱布尼兹动物园甲野生动物研究所的科学家24日记者会公布，去年9月下旬，经由13摆努力，终于成功伫南方捕获白鳃鱼的子宫，用体外受精的方式，培育出一个健康的公的胚胎相片。这小生命伫老母的体内活70天，身长是6.4公分。男是这个代理的老母意外为着所菌来死亡，伊原本会顺利来出世。Now we have the clear evidence that an embryo which is frozen thawed, produced in a test tube, can produce new life, and that is what we want for the northern white rhinos.
2018年，地球上最后一只公的北方白鳃牛，45岁苏丹死去了后，北方白鳃牛面临的就毋是可能会灭绝的物种，而是绝种的难题。地球上敢若剩2只的，这对老母甲查某囝白鳃牛，正做这个物种复活唯一的希望。南方白鳃牛试讲的红叶成功了后，科学家煞来要甲经验复制伫北方的白鳃牛，甲进前保留落来公的鳃牛的精子，甲母的鳃牛的卵子结合了后，结果进入去南方白鳃牛代理的母体子宫内底。若无问题，上紧伫2026年就有北方白鳃牛新生命出世。The pregnancy length of a rhino takes 16 months, so it's a long journey for the baby. However, that brings us to the birth in early 2026, and then from there we will have many more rhinos because we have already 30 embryos, pure northern white rhino embryos, which are all waiting for being transferred. 若生的问题解决啦，科学家也烦恼北方白鳃牛要安怎饲的问题，因为北方白鳃牛的栖息地伫非洲的中部，甲生活伫稀丘草原顶边的南方白鳃牛是完全无共款。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中国云南拜房山土石流下面提出暗条例，有18户房台地下骹，造成44个人死亡。有村民即马表示，一个月前，这粒山脉离去，因为这个所在有一大炭坑，唔知影甲房山敢有关系。来关心以色列去拍加沙地区，哈马斯即马是表示，以色列军队杀害20个单要领人道救援物资的百姓，嘛害150个人受伤。哈马斯是批评这是恐怖的战争罪，以色列军方并无回应，也若发新社去访问民众，因讲确实是以色列军队来攻击的。继续关心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已经签署同意瑞典加入北约组织，那美国也随公布愿意卖 F-16的战机给土耳其。来关心义务役做兵恢复做一冬，昨昏头一批670个阿兵哥入伍，新兵的训练嘛对本地5礼拜延长到8礼拜。未来落部队了后，会以守备为主，也毋过嘛参加亲像汉光演习这款的训练。由游览车独傍体温做检疫。头一批1年期义务役的阿兵哥，25去北部206里，南部203里，中部302里，也就是成功岭报道，按算征集670个人。新兵入伍，嘛要接受掠毒犬的安检，确认无载违禁品，出来开始剃头。剃刀为头壳顶剃落，若是甲头毛剪掉，嘛上定正式由民转军。在服役的期间，爱有军人的职责。这是我应尽的义务，所以说。既然今天国家的政策改变为1年的话，那我就心甘情愿的接受。来到神宫岭之后，就是发现这边真的都很井然有序，然后长官也没有说像之前听前辈说的这么恐怖。即马业期调整，新训嘛为5礼拜延长到8礼拜，分4个阶段，互新兵还佫会实施基本检测。分发落去部队了后，会互役男偷偷完成驻地、专精甲基地训练，参与亲像汉光演习等等的连续训练。不过外界指期讲，业期延长，薪水却是比基本工资较低。军方表示，治兵的薪水包括本薪、专业加级，提升到21,350块，一兵的是23,140块，加上其他的项目已经超过基本工资。另外，包含健保、军保以及主副食费跟提拨退休金，已经提升到29000余元，已经超越了基本工资。根据国防部的规划，今年期的义务役以分发守备部队为主，部分的役男会当照专长或者是志愿去组建部队服役。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台湾的友邦图瓦卢伫今仔日要进行国会大选，也毋过嘛有风声讲因选选要重新和咱检视和台湾的关系。咱台湾驻图瓦卢的大使是强调讲，外界的风声断交的讲法是无影无迹，嘛认为讲两国关系是真在。也毋过确实嘛有观察到中国一直在勾挖和图瓦卢的关系。谣言有在传啊，他说 Ambassador 我们不想要断交，我们不想要转向啊。因为他那个中国没有宗教自由，讲到当地民众的支持，驻图瓦卢大使林东兴澄清，最近一寡讲图瓦卢要伫26大选过后外交转向的讲法，是故意在洗人的谣言。伊暗算大多数现任议员会连任，透过新国会和政府和台湾的关系会真稳固。绝大多数的国会议员及政要
都还是坚定支持台土友好的外交关系。少数人对台土关系有不同的想法，见得说一定就是要到那个转向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了。在南太平洋的图瓦卢面积仅26平方公里，是全球倒头算第4小的国家，人口大约11000人。台湾在当地除了医疗和农渔合作，嘛和澳洲做伙帮助土国对抗气候的变迁。只是最近中国一直过来乌壁卡，林东兴指出讲，中国勇士今年就邀请图瓦卢电视台合作，但是互因拒绝啦。中国的官方媒体也有透过要寻求跟图瓦卢电视媒体的合作。那他们的用意当然是试图透过大概图瓦卢电视媒体的合作来进行一些认知作战的有这样的一个企图啊。林东兴指出讲，在诺鲁和台湾断交了后，土国的总理有随写批予总统蔡英文，保证台土的关系稳固。毛写批予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甲恭喜，赖清德接见外宾的时阵嘛批评中国，而且诺鲁断交。选在上周我国大选后宣布与我国断交，此一手段已经充分暴露出其威权扩张以及挑战国际秩序与区域稳定的本质。赖清德强调，面对这挑战，伊会伫蔡英文总统派基础顶悬，继续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而且找到两岸和平共赢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新营昨下晡2点外火烧厝，消防甲一个大人2个囡仔救出来，严格拢已经无喘气、无心跳，赶紧送病院。尾后有救回来一个4岁囡仔，另外2个不幸过往。大火一直烧，高烟也一直冲出来。台南市新营区中正路2号下晡2点外发生徛架火烧厝，消防队出动21台水车，38人来到现场了后，赶紧来拍火。厝边讲听到2楼有人喊救人，赶紧踩楼梯入去内底来搜查。伫一间内底发现老母32岁妇人人、3岁后生甲4岁查某囝，3个人心肺功能停止，拢无喘气甲心跳，分别送柳营的基比病院、部立新营病院抢救。不过只有这个查某囡仔抢救了后，还有性命征象，正转移救治。妈妈甲后生拢宣告死亡。家属讲，原本规栋透天厝3台11人住斗阵，其他人都好出关，也是旅游无受到影响。救出来的时候，他是身上是没有穿衣服的，他们判定可能是在洗澡，对，所以他可能一刚开始如果有察觉的时候，他可能也没有办法马上出来这样子。火拍熄了后，规间厝拢烧甲乌麻麻、臭火焦。警消初步研判，导火所在伫1楼的客厅，拖烧到2楼头前的房间，烧掉大约30平方公尺。不过确切原因也等待火灾调查科来调查。到了现场的时候，那救出的时候就是这受困的这3个民众这样子。台南市消防局讲，救出来3个人拢受互高烟砸到昏去，油出内底无装这个徛架用的火灾警报器，所以无发现火灾发生。呼吁大家应该来珍惜，增加应变甲避难逃生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新竹的警方和苗栗的警方伫新竹苗栗交界一间铁厝内底掠到做毒品的工厂，计共查到250公斤3级的毒品喵喵。这款毒品会当做146万包的毒咖啡包，市面上的价值超过5亿，加在无流入去市面上。警方来到新竹参苗栗的交界，发现这间铁厝是一间毒品工厂，现场会当闻到制作毒品的臭味。嫌犯挑工把工厂设在偏僻的所在，就是为着惊互人发现。平常的话，他们都会在一个隐秘的、比较市区的、比较那个郊区的部分会有隐秘的部分，成品部分就已经132公斤，那包括一些制成的半成品，还有一些制毒的工具，我们就并把它扩案侦办。警方表示，这摆总共查到3级毒品的成品甲半成品，计共250公斤，市价约5亿。警方指出，嫌犯可能是因为旧历过年你要到啊，想要赶出货，才会做大量的毒品。正常的话，他们不会在那么大胆的在外面就在铺晒一些毒品哦。这部分比较特殊，是因为他可能大量想说把利用这个快过年期间哦，制造大量毒品来获利哦。新竹市长高虹安是特别发破案奖金，感谢警方的辛苦。若无这批毒品准讲流入市面上，后果恐惊会真严重。感谢我们新竹市警察局，尤其在第3分局的这个部分能够来帮我们守护我们新竹市的治安，那也防止这样子一个这么大量的毒品流入到竹竹苗地区来危害市民朋友的这个安全。警方除了在毒品工厂掠到一名姓陈的嫌犯以外，目前嘛已经掌握幕后做毒集团的身份，
专案登咧扩大侦办。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继续关心中营航空劳资纠纷，这劳资争议。技师已经摕到合法的罢工权，即马嘛提出2段罢工的警戒期。因讲头一个时间是旧历过年即卡刀，第二是3月底到4月初清明连假即个时阵。但是协商无成，无排除伫即2个时间点发起罢工。民航局是呼吁劳资双方爱考虑旅客权益，赶紧找出共识。甲资方头一届调解无成，通知技师职业工会25召开理事会，宣布协商若持续无共识。无排除伫2段罢工警戒区段发动罢工。第一阶段是2月初7为路前2天，到2月18，也就是正月初9。第二阶段是3月底到4月初7，期間包括清明連假。若真正罷工，會伫24點鐘內，伫技術工會官方網站公開行動的信息。最近就會開始做罷工的演練。我们也持续的会发动2到3次的这个罢工演练，目的就是希望我的会员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能够配合工会的指令。罢工行动真有可能会发生。民航局声明，工会已经公布警戒区段，要求中央航空公司要好好处理，赶紧停补应变配套的计划。另外要求桃园机场公司甲国内相关的航站做因应准备。嘛，搁一届呼吁劳资双方爱积极寻求共识。互这个事件圆满结束，交通部长王国材这一天嘛亲身召开内部会议来应用，初步掌握中央应变计划。1月31号会继续来做相关的一个协商，要求这个长荣公司因为相关的一个罢工什么时候开始，罢工的时间多久或者是多少人参与等等的，这些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情境。同意在罢工期间支援的飞行员。那目前回函的数目已经是大概有800人，那有些没有回复的，他们跟我说的是，他们觉得他也不需要回函，反正公司怎么排班，他就怎么飞。中央航空关系企业工会表示，工会是陆建公司研究飞行员留在的奖励，不过反对使用罢工的手段。目前掌握愿意执行的人数是比罢工的人数较多。那真正罢工，在大月期间旅游团人多。航班参转无遐尼简单，观光署嘛接到旅游业者反映，希望政府会当下部门联络，研究罢工的预告期。尤其是组团那么他要散置高资的时间，可能这种准备期确实是短了一点。一方面我尊重现行的法律规定，二方面我们也觉得这应该可以适度调整。过去经过3届航空业的罢工，劳动部表示，因为咱国对争议事件的调解，甲发动罢工的条件是真悬。虽然交通部甲旅游业者期待会有预告期来降低冲击，不过劳团认为讲，安尼限缩劳工的权利，几啊届的座谈拢无法度有共识，会持续收集各界无同款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对今年开始扩大送文化成年礼金、文化币有1200块，要送予16岁至22岁的少年家。本地是要鼓励这少年囡仔去接触艺文、支持国片。也毋过即马却传出讲，有人把这文化币摕去买化妆品去做增价。文化部是表示，业者总共互抓到违规的以上法办。休困时去文创园区踅街消费，是不少民众休闲的活动之一。文化部为着鼓励青少年尽量参与艺文的活动，推广文创产业。今年开始，予文化成年礼金，也就是文化币常态化，提供予16岁至22岁少年人使用。我们就是会去看一些展览这样子。我自己是拿来看展览或看表演，多少都有，但要看就是目前的客群。现在是暑假的话，学生还蛮多的，所以是有帮助的。那如果平常的话，文创园区这边就是松烟这边倒还好，因为这边比较以外国观光客为主。甲民众探问，不少人会把文化币摕来看展览、看演唱会、买册、买文具等等的物件。不过伫社群平台，却看到有人把文化币摕来买化妆品、甲保养品，才会甲艺文活动无虾米关系的物件，甚至也阁有人收来转卖。这个行为是引起大家讨论。应该没有限制说一定要看展览或是演唱会或买书或什么，我觉得只要有收应该都可以。他可能就是希望这一个年纪的青少年可以多多去接触，比如说展览，想要买其他东西。那我觉得政府如果有看到这一点，那就直接发钱之类的就好，也没必要说要再创一个名字叫文化币。文化部发声明讲，
文化部会当摕来看艺文的展览甲表演，看国产电影，甲买册等等各种的艺文活动。毋过禁止摕来买化妆品、做指甲，或者是转卖，甚至是当现金等等。目前查到几啊间违规的店头，偷用符合规定的收款代码，或者是接受民众换现金，已经有停止下用的资格。另外嘛，查到有民众收来转卖等等的情形，会通知民众重新认证，而且联络社群平台，甲相关的内容删除。文化部嘛提醒，转卖除了会失去文化体验的经验以外，个资嘛会流出去，而且个资若是去用滥竄使用，原本的好意都拍算去啊。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有促销，因为中国来宾用言论歧视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排第16名的新疆律师陈俊涵引起批评。嘛，因为这项代志，互长期无法度立法通过的反歧视法，即马佫引起讨论。民间团体是希望反歧视法要赶紧通过，嘛强调法条内底一定要明确，互大家知影言论自由甲歧视言论的界线。若讲歧视，嘛爱赔偿。但是政府是不允许。最近有台湾 talk show 邀请中国来宾王志安来评论台湾的选举，节目当中涉嫌言论歧视民进党不分区排第16名的新疆律师黄俊涵，引起各界批评。长期卡咧立法院的反歧视法，嘛因为这个案件搁在受到关注。长期关心障碍者权利的台湾社福总编秘书长孙一信认为，这个案件就是典型的反歧视法适用案例。那因为伊身心障碍的情形。去用歧视造成一寡损害的情形吼，包括人格损害、精神的损害。伫这种情形下，应该这个身心障碍者本身会当提出赔偿的这个恳求啦。王志安的这个案件真符合这款的条件。针对这个事件，身心障碍联盟也大份抗议，强调障碍者参所有公民拢同款，有参政权，呼吁大众爱支持障碍者参与各款活动，建立友善环境。另外，针对歧视言论，也支持应该依法条来清楚定义。通常开罚应该是 NCC 嘛，这个时候都会想说在考虑说是不是言论自由之类的，就不会去开罚。反歧视法就是去讨论说言论自由的界限跟伤害别人的界限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是应该要比较清楚的去定义。身心障碍联盟讲，因自2014年就开始推出反歧视法，但是一直无法度伫立法院过关。现主是因为这届就要结束，新的国会组成法案推出，搁要重新行一摆。联盟希望趁即马有案例发生，大家当咧关注的时，新上任的立委就要重视这个问题，互反歧视法赶紧立法通过。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这波寒流，真侪所在温度拢无到10度，恐惊嘛造成农渔业的损失。农业部农粮署就表示，虽然即马也无传出什么款灾情，也毋过过几工仔就真歹讲。一般来讲，蛤蟆、沙白鱼上惊寒，所以渔民嘛拢真紧张。用蚵仔底鱼温水做水质的检测，就是要看敢有适合蛤蟆成长。最近寒流来，云林沿海连续几日天透早气温无到10度，当地渔民放井水提悬水温，有风沙白鱼寒死，毋过嘛烦恼影响到蛤蟆的成长。有地下水嘛，就是为了让它就是说温度不要那么低，但是太多地下水的话，可能就是咸度跟那个就是会比较会有过高或是过低的状况，所以要做一个调整。对，当时就较无简单啊！恁若掠有人就计上较悬啊。台西的渔民表示，虽然目前蛤蟆池当中的沙白鱼传出一寡寒死的状况，不过还阁要等到气温回升了后，才会当知影影响的程度。另外，来到中华的葡萄园，农民无用咧灌地下水，嘛是要避免延迟性旱害来发生。抽地下水起来较少，咱咧甲泡温泉啊咧，安尼较袂去寒着安尼。安怎讲？那寒着后摆就变石头火去。会比较明显，可能在后面的这几天如果有温度回升的话，那灾害可能有一些呈现。那我们农粮署会持续跟地方政府来密切注意。农粮署表示，农作物延迟性旱害也阁需要观察一段时间，才会当知影损害的程度。也呼吁农民，若真有相关的状况，要赶紧向地方公所申报，方便后手的补偿作业。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县饲螃的产业主要是集中伫八卦山，不过最近这几冬集冬是常常拄到螃蟹的危害，造成蜜的产量有减少。彰化市农会就表示，去年因为螃蟹的影响，按算估计今年蜜的产量会减3-4成，所以彰化县政府伫今年是头一届采买防治螃蟹的用药，要分予县内有登记的饲螃户。
蜂农拍开蜂巢，蜂仔当咧拍拼做事。但是去年因为蜂杀大爆发，寄生伫咧工作蜂，蜂仔破病，无蜂采花蜜，影响收成。蜂仔减少到30度至100度的拢有，所以产量比较起来讲，就减少到1/3去啊。蜂杀伊若伫即只蜂仔吸到伊身躯顶营养分，即只蜂仔就是变做讲伊会吸食还是破食。即只蜂仔有可能无法度出事，无就是伫裤骹白，等于即只蜂仔就破销去。蜂农讲，蜂杀主要寄生伫咧工蜂，但是寒人工蜂少，若蜂杀严重，会直接走入去封盖系内底，影响即只蜂仔健康大汉。中华县政府今年嘛买药剂协助蜂农逃蜂杀。你的厂阮家己咧用，阮就是用氟化氯甲草酸2项落去做防治，爱交互使用，无因为你固定用氟化氯嘛袂使，因为伊会产生抗药性安尼。希望讲咱的农友啊会使配合咱政府的政策啊。加这个农业辅导用物理防治甚至于这个化学防治的部分会使把蜂杀的问题解决。中华市农会表示，去年因为蜂杀影响，预估今年蜂蜜的产量整体减大约3-4成。加上这阵气候连咪寒连咪热，荒地的工课会较歹做，而且蜂仔会飞，蜂杀会烧话倒来倒去。农会就呼吁蜂农爱随时观察蜂杀的数量，鼓励防治，才有法度减少蜂杀的生态。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即摆科技是愈来愈进步，嘛有和艺术结合。就伫高雄市立美术馆有一场展览，互乡亲用眼神就当人布袋戏红啊。民众坐伫椅仔，用目睭就当操控电视顶的布袋戏红仔。这是高雄美术馆上新的科技展览，是利用虚拟的实际、真机互动的科技，民众会当加做布袋戏大师。随着时代变化，布袋戏文化面临全新的挑战。透过科技的展现，互布袋戏伫未来有无同的出路。觉得布袋戏这个东西会，就是有一种新的体验，不像我们之前只能在下面看台戏，就是有一种参与感。即摆国科会甲高雄市立美术馆合作，有30外间的大专院校企业合作，利用 AI、VR、无人机等技术，亲像民众会当用手扫即个板块来感受天灾地动，边仔作品会联动的做变化，也是用手机扫条码，挂特殊目镜，就当知影作者想要表达理念。咱是感觉内底就是足侪迄个高科技，就是。有就这物件跟高科技做结合，比如说VR、AR， 然后 AI 的技术，还有互动的技术，还有影像辨识的技术、机器人手背的技术，然后无人机的技术等等。即摆展览展到3月初3，拢总有9件计划作品来强调甲参观者的互动，来打破英国传统看展览的经验，互民众全新无共的体验。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来去嘉义的环路村本地有一大军方的弹药库。2016年的时，军方甲内底的炮弹、枪支拢搬走了后，乡公所嘛有成功争取到2000坪土地甲建筑物，伫遐成立推动环境教育的资源回收厂，嘛加做咱台湾头一个成功活化军方弹药库的资源回收厂。幼儿园的老师伫资源回收场教囡仔环境教育的观念。这个2000坪的所在，原本是军方的弹药库，军方搬走无够用了后，伫环路乡公所的争取之下，成做台湾第一个甲弹药库活化做资源回收场的所在。遮拢无法度好开发啦，无发展的所在啊，所以讲地方咱为国防部去争取，互因直直彻彻去保卫收煞。所以讲遮个地遮个留，即摆以后嘛是爱留咱地方遮个人来开发啦。传流讲，这个弹药库位于细汉的时就伫遮，10月当前，军方豆啊剔除，一直到2016年才无够使用。乡公所指出，弹药库活化摕来做资源回收场，无能解决乡内资源回收空间无够的问题，嘛会加做乡内环境教育的场所。对小朋友来讲有足大的帮助教育的意义哦，因为伊会用于甲很多足侪物件甲伊回收，然后会用于减少污染，然后做一个环保的一个
教育吼。资源回收厂是一个绿色环境的一个循环的代表作啦，嘛是未来阮环路乡会当做一个环境教育的场域啦。嘉义县环保局指出，这个回收场除了有使用太阳能发电的设备，内底新起的部分嘛是用再生材料，资源分类的项目嘛计共有50项，希望透过实际行动，建造环境教育的推广中心，嘛会当达成资源再利用的目标。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关心法国西部比苏开湾大约有20万只海猪一只生团，虽讲当地渔民是袂去掠海猪，也毋过有当时在讨海扒网仔时，也是无细日会去害海猪受伤。为着要保护这海猪，法国政府即马是下令要完全禁止掠鱼1月日，也毋过这个禁令嘛影响当地人的讨谈，引起抗议。伫法国比斯开湾的港口拉罗谢尔港，所有渔船拢停伫港口，无人出海掠鱼。因为法国政府下令，自今年1月2日开始，一直到2月20号，比斯开湾全面禁止掠鱼1个月，目的是要保护当地的海猪。法国西部的比斯开湾差不多20万只海猪伫遮生活，但是根据海洋生态研究团队 CIEM 的调查，法国大西洋沿岸每年拢有超过9000只海猪死亡。因有的是渔民伫掠其他鱼仔的时，无小心斗阵去掠着；有的是去互渔网仔填着了后死去。因为情形真严重，动保团体这几年来一直抗议，法国政府只好暂时禁止长度8公尺以上的渔船伫比斯开湾掠鱼。这嘛是自从2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政府头一摆宣布这种禁令，引起当地的渔民非常大的反弹。Ça a été fait par rapport à des études de gens qui n'ont pas rendu leur constatation, et nous on n'est pas sûr de l'efficacité d'un arrêt comme ça. N'importe quelle entreprise, ne peut pas dire aux gens, vous stoppez pendant un mois, vous attendez. N'importe une entreprise qui fait ça, aucune. 根据统计，差不多有450只渔船，因为这项禁令无法度出海掠鱼。除了渔船以外，受到影响的还有当地的鱼市。靠鱼市趁食的人讲，因袂为其他所在进货，决定要甲拉罗谢尔港的渔民斗阵面对这个难关，所以最后一批鱼仔卖完了后，就要准备暂时收档。C'est quand même 54 à 55% du tonnage et du chiffre d'affaires qui va être perdu sur la période concernée, puisque c'est des mois extrêmement porteurs. 法国政府表示，实施禁令的这1个月，会提供渔民因平时收入80%至85%的补偿金。鱼市、鱼仔加工的工厂，甲其他相关产业，嘛会当摕到营业经验75%的补偿金。虽然唔知影这项禁令到底会当发挥偌大的效果，但是动保团体强调，就算面对真侪反对的声音，嘛一定要踏出正确的第一步，采取行动来保护比斯开湾的海猪。记者甘美恁编译。伫印度菜内底有一出菜真受人欢迎，叫做库里姆鸡。这是用烘鸡加上卡玛豆，也个库里姆罗煮。伫印度即马是有2间餐厅伫烧钱讲向这是正统的，因即马伫拍官司，讲这道菜就是因发明的。其中有一间较老牌的餐厅，佮去告另外一间餐厅嘛要求赔偿。用印度香料含塔玛豆、库里姆做的牛油鸡，看了是真好食，连阿斗嘛爱食。印度一间老牌的连锁餐厅讲，这出菜是因家族创店的元老，伫1930年代伫咧白下瓦开第1间餐厅的时阵研发出来的。新德里旗舰店内面有挂创始人的相片，佮有真侪有名的人含伊做伙翕相。店家佫讲，包括美国前总统尼克森含印度第1任总理尼赫鲁拢捌来。不过，印度伫2019年才开始兴的另外一间连锁餐厅，他妈妈讲伊是牛油鸡的祖先，互老牌餐厅起价甲因告，要求赔24万美金。We will not allow anybody to take away our legacy. We will not allow anyone to infringe on our brand or our taglines. We will not allow anyone to associate their brands and create public confusion, which we call unfair competition. 老牌餐厅指控新餐厅唔但是故意互消费者母袂清楚，连装潢的风格嘛是抄因的。但是新餐厅讲，当初是老牌餐厅去德里点店的时阵，是和家族的先人做伙经营的。因嘛有权利会当主张是牛油鸡的创始人。伫双方一直玩的时阵，印度的民众看法无同。Truly, it would have come from the fields of Punjab, and definitely it is not an invention of these two, and it has come from somewhere deep into a village of Punjab where a great grandmom would have, made it with tomatoes and
lesson and。这个歌词是顶礼拜第一摆开场，嘛变做印度真侪人在讨论的话题。不管老尾胜输胜赢，这牛油鸡一定会更加受欢迎。公司新闻张回面编译。那若鸡卵糕真好食，市面上咧卖得卖鸡卵糕拢是较油较甜，热量嘛真悬，所以营养师是称赞建议讲唔通伤接食，安尼对身体健康无好，嘛会大苦。即马伫澳洲就有一个出名做甜露的总铺，是用一寡特殊的食材创造出一款食落对健康无败害的鸡卵糕。用西瓜草莓鸡卵糕伫澳洲设立拍响名会，点心总铺师克里斯多负责，为新南威尔斯一间专门服务独居老人的祖先送餐团体成立70周年的大日子，特别研发这种看起来好看、食起来好食，同时也个用健脑的营养鸡卵糕。Spinach, turmeric, pumpkin, beetroot. 这物件听起来亲像咧做沙拉同款，毋是鸡卵糕。总铺师家己拢承认，第一版本的产品食起来亲像咖喱同款。市面上一般的鸡卵糕高油、高糖分、高热量的特性，互营养师常常将鸡卵糕列伫食物食物名单顶悬。甚至有研究指出，鸡卵糕薯条甲碳酸饮料同款，不止缺少人体所需的营养素，更有伤害脑筋的反式智能红，建议毋通互2岁以下囡仔食。这种健脑鸡卵糕用的甜菜有改善血流、保护神经系统的效果。橄榄油会用减少阿兹海默症的生物标记，芳味会用抗发炎，蓝鱼会用提悬人体重要的器官的上素含量。There is molecules in food ingredients which do have powerful and strong effects in keeping us healthy. 专家搁予这鸡卵糕一个外号“忘不了”，强调食对物件是预防甲治疗认知能力下降的关键。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日透早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伫北地上低温是出现伫新北的石门，温度是8度半。也若气象署继续针对全台湾17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也毋过气象署嘛表示，今仔日寒流减弱，水汽减少，敢若剩桃园以北、东北部，因为伫这方面云较高会落雨，其他亲像新竹以南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当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0度，上悬1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0度，上悬2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9度，上悬2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2度，上悬21度。外岛的温度7度至18度。接下来，咱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